點解你總係遇到西客嘅呢？如果你經常遇到一啲好麻煩、好無理嘅客戶呢，你就要檢討下你嘅獲客渠道。我打一個比喻，如果你唔中意伴侶食煙，咁你就應該喺揀伴侶嘅時候呢，揀一個唔會食煙嘅人，而唔係揀咗一個食煙嘅人之後呢，去諗方法令到佢唔食煙。前者就係由源頭解決問題，後者呢就係希望改變一個人去達成自己嘅目標，非常困難、非常痛苦㗎。而你點樣先可以增加到接觸好客嘅機會呢？方法就係你接觸嘅客源要足夠多。如果你客量太少嘅話，你根本冇足夠嘅客量去俾你篩選出啲好客出嚟，而結果你就係同一班爛人不斷喺度玩泥漿摔角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無論你研究幾多銷售技巧、銷售話術都係冇用㗎，因為嗰班人嘅本質就係爛啊。相反地，只要你客源足夠多呢，你就有篩選嘅底氣咯噃。其實市場上呢，一直有好客嘅存在㗎，問題係你有冇能力遇到呢班人㗎咋。當你發現你嘅客量足夠多嘅時候，你身邊全部都會係好人。咁下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可以令我哋接觸到足夠多嘅客源呢？呢個就係我每一日都做緊嘅事啦，就係透過自媒體打造個人 IP。當你塑造出一個有血有肉、有專業技能嘅個人 IP 之後，就透過社交平台嘅流量去大規模接觸市場上面唔同嘅人，從中再篩選出一部分欣賞你、認同你價值嘅人，同時間屏蔽同埋忽略嗰啲唔欣賞你、唔認可你嘅人。呢啲客咧留翻俾其他人做。去到呢個階段咧，你發現其實銷售技巧並唔係十分之重要嘅啫。當你遇到嘅客戶本質上都係欣賞你、認同你，你就會發現銷售其實唔係咁難做，賺錢嘅過程亦都會輕鬆好多。關注我做 Top Sales。